蘇丹戰爭中嘅聲音。蘇丹嘅戰爭已經持續咗2年，蘇丹嘅基督徒繼續喺絕望中傳遞盼望，並且堅持祈禱。為我哋祈禱，願蘇丹嘅戰爭早日結束。我係嚟自蘇丹嘅主日學老師，為難民營裏面嘅小朋友服務。由於戰爭，我失去咗大部分嘅教學工具，所以我使用咗你哋嘅影片同埋詩歌，實在太感謝你哋啦！我從4歲就開始睇 Set7 兒童頻道，我從你哋嗰度學咗好多關於聖經嘅知識，好想可以盡快返去蘇丹。我因為戰爭而遠離咗我嘅家鄉。祝福所有流離失所同傷心欲絕嘅兒童都揾到返屋企嘅路，願神賜佢哋所需嘅平安同安慰。最近我壓力好大，我自己一個人喺一個好陌生嘅國家，而我全部屋企人都住喺蘇丹。但透過關注你哋嘅網頁，我學咗好多嘢。你哋發佈嘅所有內容對我嚟講都係一種祝福。Set7 嘅節目為嗰啲正在忍受難以想象苦難嘅人帶嚟力量、安慰同埋神同在嘅真實感受。我哋會繼續擴大蘇丹嘅基督徒同埋教會渴求和平嘅聲音。請為蘇丹祈禱。